3月25號 ，BlackRock 即係貝萊德嘅 CEO Larry Fink 咧就接受訪問，佢就講咗出嚟咧，就話油價可能係兩個極端。咁佢咩意思咧？就係話如果阿朗呢個問題解決之後咧，佢覺得油價只係一係就跌到40美元一桶，一係就上到去150美元一桶，咁對我哋投資者有咩影響呢？佢解釋就話，而家呢個情況，全世界都未知究竟阿朗呢個問題持續有幾耐，同埋係點樣完結。呢兩個問題嘅話影響好大，但係佢個人意見覺得就係結果只有兩種，兩個極端，一係油價跌到40美元一桶。嗰個時候即係話世界個個都接受朗哥啦，就唔會有制裁啦，咁咧就世界經濟變咗係貿易上啊，全部都開通晒咧，啲油價可能係跌到40美元一桶嘅。如果係咁嘅話，當然啦，通貨膨脹就變咗唔係一個問題啦，經濟亦都會好啦，即係話對金應該打擊比較大啦，咁啊可能咧就對股市就會好啦。但係調翻轉咧，佢話另外一個極端咧，個結果可能係去到150美元一桶嘅石油，因為如果係呢個情況持續得耐，而唔好地圓滿咁解決嘅話咧，可能係呢個高位嘅油價，可能唔係以月計，係以年計，即係持續可能幾年都會咁高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就世界經濟咧就崩潰㗎啦。咁即係話對我哋投資者嚟講，咁啊可能會要睇下點樣去防備呢啲風險啦。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佢都講咗啦，因為冇人知道，真係世界上冇人知道究竟係阿朗嘅問題持續幾耐同埋點樣解決。但係佢發咗呢兩個警告出嚟。佢就話應該係冇中間㗎啦，只有兩個極端。嗱，呢啲資料希望提供俾大家啦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點睇法，點樣估法或點樣去猜法個結果係點呢？暫時嚟講真係冇人知啦。你哋又點睇呢？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